要来提升到优良的阅读的空间。南投埔里国中委托到专业的设计师，比较到成品册店的模式，把这个图书馆内部的空间重新来改造，希望学生会当爱到图书馆来看册，充实内涵，拍开眼界。为了推动社会民众甲学生共同的计划，埔里国中争取教育部的经费，改造学校的图书馆。教育处长陆政委甲管理员陈义军专工去参观。那现在孩子其实由于说网络设备的发达，他们许多其实过去前往图书馆的比例已经变得比较少了，给他做了一个有别于说其他传统式的图书馆不一样的一个设置。全新装潢的图书馆营造优良的读册空间，学校嘛规划走读人生的课程，安排学生来这看册、借册。学校它从7年级开始就有所谓的走读人生这样的课程，那用1个月的时间跟孩子们介绍怎么样进入图书馆，怎么样来搜寻你所要的资讯。无同款的气氛甲设计，和学生加正爱去，唔来使充实学生的内涵，拍开因的眼界。同时，会使发挥教育的功能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